全屋設計以白色襯搭子木色為主，有少量雲石點綴，唔同角落添加各種線條條紙，以豐富層次。今次設計嘅呢個單位啦，實用面積係1185尺，而佢嘅優點嘅就係話本身佢兩邊都會有比較充足嘅光源啦。呢間屋嘅屋主嚟講啦，佢係一對韓國夫婦嚟嘅，咁佢哋希望嘅設計嘅感覺咧就係話大空間啊，採光度會比較高啲啊，同埋會以一種淺色舒服嘅效果為主嘅。一入玄關，旁邊嘅牆身靈活設計一排到頂嘅儲物櫃，櫃門能夠自由推開，關上嘅時候亦可以令空間更加乾淨。廚房嘅設計之中，透過於中島鋪設 L 型白色雲石工作台面，創造入門嘅視覺端景。本身嘅設計係一個梗廚啦，從而令到入門口嘅時候咧，會有一組比較長嘅走廊，而令到個壓迫感會比較大。所以經過新嘅設計嚟講啦，我哋希望做翻一個開放式廚房。當入門口嘅時候咧，已經可以將部分嘅日光引入去原本比較暗嘅走廊位置。飯廳中央放置一張奶油風圓形餐台，配以輕車不鏽鋼餐具，更添典雅。戶主精心挑選家私配襯，意大利布藝梳化，旁邊有大型嘅杏色展示櫃，下方設有迷你酒櫃。客廳嘅亮點係落地玻璃窗，能夠望向維港景色，採光充足。喺客廳同廚房嘅上方就有懸掛式燈條，創造寬敞輕盈嘅視覺。我哋希望線條簡單之餘啦，就係話希望有一種追線嘅效果嘅，所以用咗喺牆身上邊用咗一啲鋪通加拿，令到佢嗰個線條會更加直啲啊，同埋就係話有一體化嘅感覺嘅。而喺一啲 finish 上邊嘅，我哋用咗反而大量少少嘅一啲feature wall 啊，或者用咗一啲圍身，從而令到有一啲線條上邊唔好太過複雜。設計師為咗延續整體色系，兩間睡房嘅書台連飾物櫃延伸到窗台，繼續以淺木色為主調。小朋友原本間房嘅會有少少大細唔同嘅，而我哋想將佢做到比較 balance 啲，咁所以我哋喺個間隔上邊嘅會重新編排過嘅，從而令到兩間房嘅間隔上邊尺寸上邊嘅會比較平衡少少嘅。主希望有嘅一個洗衣機啊，同埋一個乾衣機，我哋會收納咗喺一個走廊嘅位置，從而令到廚房上面嘅空間會釋放出嚟。主人房改動間隔，偷咗工人房位置，打造衣帽間。戶主希望有一個梳妝台嘅位置，咁但係因為床頭 pan 用咗一個半腰嘅高度嘅，咁佢既可以有衣帽間之餘，亦都可以將個空間騰空翻出嚟，從而入到房上邊嘅會有一種比較大、比較舒服啲嘅效果嘅。房內添加咗唔少弧形線條、木條子床頭板、淺棕色到頂衣櫃兩邊排列。同樣主人房門後嘅套廁做咗隱藏門，同衣櫃門一體化，令視覺延伸。